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咱要来准备今仔日的练习吼。今日的圣诗较歹唱，所以咱可能爱较严谨一下。咱来对先较简单的第二首圣诗第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来，咱先来唱吼。咱唱第一节，请互咱从头唱，从头弹一遍，谢谢。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目睭能力激深，你做先知，一前源头，互阮经验会到。好，三来，恳求圣神感动阮心。埋醉点点激情，你做先的热情源头，互阮经验会到。好，提醒一下吼，你做先知，毋是你做先知吼，你做先知。热情源头。这首圣诗到上落尾的时阵有阿门，请咱小注意一下。好，过来咱来唱小可简单的第三首，就是第556首。今仔日讲道的邱凯丽老师，甲咱拣2首，咱伫教会，伫咱这样教会较罕得会唱到的原住民的圣诗吼，确实第三首的556首，那个 PPT 请帮忙放到556首，可以吗？那个 PPT 可以帮我们放556吗？谢谢。大家若是会晓看谱吼，我真鼓励大家，这首圣诗一定爱摕圣诗出来看。你若会晓唱分部。咱唱分部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首圣诗是咱原住民布农族，就是布农族伊足出名的一首圣诗。因上出名有8部分部吼，就是会当听到8个无共的音。就是咱的圣诗甲有来分部吼。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，若是会晓唱，咱就尽量分部。过来就是，第一节的歌词先出来一下。伊咧唱的时候，到后壁每一节后壁的3个字是大家斗阵唱的，头前的这2、3是5个字是有一个在领唱的人吼在唱，所以要毋过你若想要甲领唱的人斗阵唱，不要紧吼，你会当斗阵。你若是想要去听迄个分部的，咱就唱后壁3个字，安尼有听有啦吼，所以。我先请苏琴弹一届，请信歌队来做一个领唱的动作。咱就先请信歌队示范第一节。若是佮讲一届会当看圣诗的，请这首诗一定咱来看圣诗来唱吼。好，先弹一次。3来，当心灵开下，当脚步，最爱上帝国度，行天路，最时代门道，当奋斗，伫万民归主。第二节。
西赞。主管大地下切乾光，終究溫情都來變團，願上帝旨意的假裝，來去建救台灣。好，就是這個形式吼啊。這首獻詩較是只，互咱教會用來做初懇的獻詩，所以迄個氣勢，咱等下咧唱的時陣，迄個氣勢愛出來吼。好，閣過來上歹唱的，獻詩311首。這首詩是台灣做的獻詩吼，上出名就是瑪麗瑪麗，所以你若講瑪麗瑪麗，可能所有原住民的會友會攏會知吼。啊，這首獻詩若是你家要看 PowerPoint 就較好唱。毋過因為咱對伊的 melody 較無熟吼，所以你若摕獻詩起來看的時陣，要家己提醒，台語的獻詩佇右下角，吼，毋是佇譜的迄紙，譜的迄紙是華語的歌詞吼。所以咱先聽鋼琴彈 melody 一解安尼吼。好，咱要安怎练？咱用读歌词的方式来配即迄个节奏吼，安怎？就是譬如讲，感謝阿羅主耶穌基督，感謝阿羅主耶穌基督，安尼吼，知影吼？好，有點小困難，不要緊，咱斗陣來練吼。請給我們一個前奏，謝謝。好，咱先来练前面2节哈，预备来，感謝阿羅主耶穌基督，感謝阿羅主耶穌基督。好，佮過來繼續，萬族萬民齊來敬拜伊，萬族萬民齊來敬拜伊。好，副歌有一是用台灣做的迄個歌詞吼，海呀那伊有因，海呀那伊有因，伊也有海因吼。咱來讀一解好啊，預備來，海呀那伊有因，海呀那伊有因，伊也有海洋。對，好，咱來對頭。甲讀歌詞配迄個節奏啊，來試看覓吼。啊，若 OK， 咱才來練歌。前奏。讀歌詞配前奏吼，來，感謝耶穌主耶穌基督。感謝阿羅主耶穌基督，四跑，萬族萬民齊來敬拜伊，萬族萬民齊來敬拜伊。海呀那伊有因，海呀那伊有因，伊也有海洋。好，咱來唱歌唱看覓吼，那個一樣節奏，謝謝。3來，感謝阿羅主耶穌基督，感謝阿羅主耶穌基督，萬族萬民齊來敬拜伊，萬族萬民齊來敬拜
第二站，试看卖第二站。欢喜节来信靠主耶稣，欢喜节来信靠主耶稣。预备迎风好冠的榜山，预备迎风好冠的榜山。海呀那伊有影，海呀那伊有影，伊迄有海呀。袂歹，吼！安尼剩的第三站、第四站嘛是用相共的方法来唱。以上，请咱备办心，今仔日礼拜。请咱备办同心敬拜上帝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秘伫你10个的低音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，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，伫你的光，我要看见光。愿你常常施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，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互心内正直的人。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圣诗311首，圣诗311首。感谢俄罗主耶稣基督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敬拜，对心底感谢，救赎阮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求天父保守阮伫遮全无安静的礼拜，佮帮助阮认捌真道，互生命换新。主啊，你赏赐互阮有恩典、知识、财富来管理所交代的工程。虽然阮逐人所得的拢无共款，总是主阮爱尽本分，伫家己即位骨仔来做。阮所将你的资源，应该着保守，无滥散使用，因为这是上主交托的责任，爱谨慎看重受吩咐的工。检在有时发觉家己有欠点、缺陷，煞失志论内，这时就是阮着活倒转，我靠主来克服，来较赢，无互即个诚做主动或者脱碍来影响所着做的工课。阮专心信靠，互相相听，也相同洗骹，你就要大大祝福伫阮中间。2024年，世界有真侪国家举行选举，对年头台湾总统接续印尼、印度以及最近日本甲美国。选举结果影响到将来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运作。愿知国家兴亡甲衰微，在伫天父圣旨意。恳求天父人民所有的国家人民，拢会通和平安乐徛起。有够野的物资粮食，经济发展进步，公共卫生健全。特别恳求看顾还伫乌克兰战事、加沙走廊压迫，还是伫其他各位伫受苦的百姓，保守惊吓、威胁、不安渐渐消失，紧恢复所望和乐平静。对马介博士来到台湾淡水传教，就开始北部的神学教育。后来有煞来相连，搁搬到岭头。100多年来，台湾神学院有教育请用真侪服侍主的传教者，受造就、训练，尽心牧会，固守主所交代的羊群。求主使因带领这间学院，供给因伫各方面的需要，有照备神学教育使命，归荣光主的圣名。阮教会伫 COVID-19 疫情的时，调整一寡敬拜服侍形态，已经有搁恢复转来。总是阮的聚会人数、奉献金额比较早要差1-2成左右。愿努力伫今年时间，嘛伫规划明年2025年的目标预算。恳求天父帮助阮所做逐项会下主的旨意，拢通顺序进行。台湾今年有经过3个风台，也拄到较济较接的地动，主拢顾守阮无离。天气渐渐变冷，阮教会众会友身体健康、心神活泼，求主看顾。兄弟若身体欠安住院疗养的，求主医治照顾。因带伫出入内外，拢有主同在；伫工作、徛起、活动、休困的时，拢有主的疼，甲阮三甲伫地。即是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来出声。阮伫天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找阮入地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权的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明，请坐。咱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，启应文第32篇，启应文32篇，咱三甲来交托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救你。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恶，总是你会赦免人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
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，着仰望上主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咱三甲过来念圣诗，圣诗170首，圣诗170首，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请坐。同心过来祈祷，天父感谢你用无边的疼痛甲信息来款待阮，也求你指点引带阮头前路站，帮助阮自信听你话命的话。阮若坚心倚靠，你就要保守阮10分的平安。通过圣经的话，阮领受捌主的声，搁专心对主脚步无离，好打进前行伫正直的道路。同心祈祷，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咱来看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，新约以弗所书第3章，以弗所书第3章，咱要对16节看到21节。上帝的话安尼讲，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，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气力，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。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赖，踮伫恁心内，互恁定根下地基直疼，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疼是偌尔长、阔、悬、深，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疼，互上帝的完善。甲恁完全充满，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伫运行的大能力，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
愿荣耀伫教会中，通过基督耶稣归予上帝，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。阿明。愿上帝的话去掉伫咱的心，成做头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即时要请阿萨诗班来学老，你堪得着。请曲凯利传道来讲道，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超过所求所想。牧师，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上帝恩典甲教会接纳，互我今仔日有机会代表台湾神学院来向大家请安，也做伙敬拜上帝，分享信息。今仔日我要分享的经文是保罗的一段祈祷文，也是我个人真爱读的圣经的经节。以弗所书内底有咱拢真熟的经文。比如讲第6章13节，伫遮讲到，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，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会牢，到恁已经做成拢总的事业游园徛在。伫第4章，是的，我无啥会晓用即个 PPT。伫第4章第1节到第5节，保罗劝咱，既然受上帝呼召，咱的行达着符合伊的呼召。伊讲凡事着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用疼、互相宽容，用和平互相联系，
尽力保守圣神所赐的合一，因为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神只有一个，拄亲像上帝召咱要得到的愿望嘛是一个，主只有一个，信仰只有一个，洗礼嘛敢若有一个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伫运行的大能力，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拢真熟的经文，可能咱对细汉就晓背的金句。以弗所书这本册有真悬的基督论，可比讲伫第1章21节到22节，伫遮讲到基督超越所有的统领者、掌权者、权力者、主政者，以及一切现今甲将来所号的名。上帝互万有拢屈服伫基督的骹下，互伊做教会的元首，统治万有。以弗所书嘛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完全充满的。虽然有圣经的学者认为讲以弗所书的神学思想，对伊的文学形式来看，可能毋是保罗所写的。不过咱会使肯定，就是讲以弗所书是有保罗权威的批信。伫遮我嘛要将保罗看作是以弗所书的读者，来分享今仔日的信息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保罗的祈祷文，伊用一个受犯的身份来向上帝祈祷。伊仰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无得因为保罗所受的患难来累积，颠倒爱将因看作是这是因的荣光。保罗非常清楚家己的使命，就是外邦人来传福音。伊对耶稣基督的道路非常的深信，无犹豫。伫第12节，伫遮讲到甲基督结连，通过对伊的信，咱通充满信心，好胆就近上帝。故意换做咱伫保罗的处境，检查咱的烦恼，内心的滚假，甚至有犹豫上帝的旨意到底是怎样。保罗嘛真有可能想过遮的，毋过伊真清楚伊的使命就是来对外邦人传福音。虽然伊当着真困难的处境，伊犹原亲信上帝的旨意。保罗用奥秘来描述伊对上帝旨意的理解，因为这是伊以早无法度去了解的。保罗诚做一个纯正的犹太人，伊伫耶路撒冷长大做加马列的学生，伊嘛接受犹太律法传统，伊的祖先律法的这个严格的教育。伊是一个真热心侍奉上帝的人。早前伊无法度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更加无法度接受福音竟然会传到外邦人遐。总是保罗讲，伊诚做福音的车用，特别伫即个困难艰苦的处境，伊要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知影即个奥秘，来坚固因的信心。保罗知影，有可能伊会因为福音的缘故来牺牲性命，要毋过基督的福音袂因为安尼就受到限制，所以保罗完全无惊吓，也无累志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保罗特别替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祈祷2项代志，也就是疼甲能力。保罗仰望这信徒袂因为保罗本身拄着困难，就对上帝的疼、上帝的能力有犹豫。大圣保罗祈求圣神来赏赐气力、大能力。伫第1章，保罗已经解说。上帝的能力就是互耶稣基督搁活的能力，而且互万有拢降服伫基督骹下的能力。
这种的能力是超越所有的统领者、掌权者、主政者的大能力。伫遮保罗所祈祷的，毋是即个能力的外在的显现，是即个能力会对信徒的内心来显现出来。伫遮讲，也保罗所祈祷的是，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踮伫恁心内。保罗知影，这个信徒一定会祈祷讲啊，上帝啊，你的大气力、大能力会当来显现，会当来压制这帝国的力量。因为信徒咱一般人通常拢会将仰望放伫领导者，或者是这外在的力量。其实今仔日咱嘛共款，咱若是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常常会仰望较有能力的人，可比讲咱的牧师，咱的爸爸妈妈，或者是咱身躯边较有能力的这个朋友。总是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，也提醒咱，其实咱每一个人上需要的是内在的力量。咱的生命会拄着侪侪挑战，总是咱若是定根伫基督，咱就会有气力，心来勇行。基督徒所倚靠的，毋是个人的意志，或者是个人的能力。这个能力，这个气力是圣神所赏赐的，而且这个能力是基督踮伫咱的心内，也就是讲，伊毋是暂时的，好亲像是一丛树仔，定根伫咱的心中。拄过去的即个风台，吼，拄侪树仔倒落去，甚至连这树根拢规丛拢抠出来。毋过我嘛有看到拄侪树仔，因为伊定根伫土地，通经过风台安然来徛在。各位，当咱拄着信仰的考验的时阵，咱敢会亲像这个树仔，悠然安然来徛在吗？我想保罗替这个信徒所祈祷的，就是信徒的性命会因为基督踮伫因的心中，来定根伫基督的疼。第二项，保罗所祈祷的是信徒会当晓悟基督的疼，这个疼就是信仰的根基，而且这个疼的宽阔甲深度超越人会当理解。当咱讲到基督的疼，可能咱会想到保罗伫罗马人书所讲的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有权能的，是权是亲，是别个受造的物，拢袂会隔断咱伫上帝的疼，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疼。保罗伫以弗所书内底用长、阔、悬、深来描述基督的疼，也就是讲，这个疼是无法度测度，也无法度计量的疼。咱拄过去的这个拜五，伫浙南教会有举办这个吴中达先生的追思会。伊去乌克兰做志愿军，伫乌克兰的战场来死去。迄天有乌克兰的学生特别对花莲来台北追思，而且跪伫涂骹来唱一条圣诗予伊。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阵，其实我咧想讲，咱真罕得为青云人来哀伤，或者是来追思。通常咱敢若会为咱熟悉的人，或者是咱亲人朋友来举办追思礼拜，或者是祈祷会。毋过因为这个祈祷会，我有感受到，因为这个疼，互咱甲青云人连结做伙。嘛，因为基督的疼，咱甚至甲这个过往的青年朋友悠然有连结。基督的疼，毋是软弱无气力的疼，是一种转换生命的力量，是有大气力的疼。
保罗讲伊为着外邦人做基督的受患，这个基督就是早前伊所热心迫害的基督。只是伊却甘愿做基督的受患。到底保罗发生啥物代志？伫使徒行传，咱知影保罗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伊伫遐拄着光，耶稣用保罗来显现。迄时保罗才了解耶稣就是伊所迫害的迄位。当咱读到这个记事的时阵，咱可能会感觉真恶的理解，为怎样一个人会对热心迫害基督徒，后来转变成做热心为基督徒来辩护，甚至甘愿献出家己的性命。检查保罗伫伊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，伊煞去感受到这个基督徒对耶稣的疼。嘛真有可能，伊看到事体反顺道的时阵，悠然安然自在，伊的面有光。保罗真有可能因为安尼，就来转变伊的想法，伊的态度。即阵，伊用伊家己的经历来分享予伊佛所教会的信徒，伊嘛希望这信徒会当经历伊所经历过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疼。伊希望这信徒会当对耶稣基督有坚定的信仰，而且伊嘛希望因会当理解，因会使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长阔关心的疼，充满伫因的心中。保罗知影，若是信徒会当真心真正来了解基督的疼，搁伫基督的疼来定根，这信徒自执的时阵所成就的，会超过人所求所想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我特别想要甲大家分享3个见证。头一个，除了教会伫威权的时期，咱犹原坚持信仰的见证，用先知的精神来发表3个声明。因为安尼，甲咱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张。政府透过国安局、调查局，用安插线面的方式来收集情报，来渗透、来打压教会，甚至来掠人。政府也成立专案来改正教会，或者是分化教会，要互教会来屈服伫政府的统治。毋过，咱捌举办过即个研讨会，请帮我会当 PPT 会当搁倒转去。咱拄办过即个研讨会，社会学者黄克先老师有发表研究报告。迄个研究报告的主题就是无法度镇压的上帝国。伊用无法度镇压的上帝国来描述迄当时的长老教会。为怎样长老教会会当有即款的信仰的表现？这是因为长老教会所相信的是上帝的主权赢过世间统治者的权力。咱的永文牧师捌讲过，长老教会信徒嘛会使讲是革命的圣徒。无论是早期的加尔文派，后期的清教徒以及近代的改革宗，若是咱看到无合上帝旨意的代志，咱就会去挑战，想要去改变，来转换，带来全民的革命，包括政治、经济甲文化各方面。搁较要紧，我想是基督的疼，透过长老教会来显现出来。黄佩和牧师伊认为讲，长老教会对台湾的影响毋是因为教会就有即个实力。长老教会甲国民党拢是外来，毋过因的差别是，长老教会认同台湾，
总是国民政府却敌对人民。长老教会所坚持的，是对人民甲土地的疼，是用仁爱较赢过威权，用实力价较赢过武力。侪侪人讲，咱长老教会会当有即款的信用表现，是因为咱的普世关系真好。其实皮克牧师提醒咱讲，是长老教会的行动来唤起这个普世教会的良知。伫今年5月份，立法院用国会改革的名义来推动，实际后来变成做国会扩权的法案，引起足大的争议。侪侪人真生气嘛，真不安。教会特别为即项代志来举办祈祷会，嘛加入国民团体的抗争。其实伫5月21号迄日，拄好我伫浙南教会有神学系课。所以迄天，阮就停课来参加祈祷会，而且来支援即个抗争的行动。我还会记迄天，其实雨落足大，侪侪人淋雨，来参加抗争，真枵阁真忝。而且这群众非常生气，因嘛非常焦虑烦恼国家的前途。后来迄日教会就开放礼拜堂，因为7点有祈祷会，总是5点的时阵就开放礼拜堂，互人入来闪雨。教会阁提供烧汤、食米，互参加抗争的群众。迄天我所看到的这朋友，因侪侪人可能拢毋是基督徒，有的人可能是佛教徒，也是其他宗教的信徒，甚至这个人毋捌踏入去礼拜堂入来。了毋过，牧师也是甲阮遮的同工讲，会使开放教会来礼拜堂，互大家入来避雨。我看到大家将即个雨抹放伫门口的桌仔，其实是乱糟糟放伫遐。规个礼拜堂拢澹漉漉，大家人身躯拢澹漉漉。就是教会门犹原是拍开，互伊入来。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有一个母亲，伊抱着细汉囡仔入来避雨，规身躯拢甲澹漉漉。伊的囡仔嘛是。迄当时我看到一对无仔囝，我感觉真烦恼，真烦恼因的感冒也是破病这囡仔遮细汉，已经淋着雨。毋过，即个妈妈甲我讲，无论安怎，伊一定要来抗争，伊嘛要烦恼伊的囡仔会感冒。后来咱的教会有开放2楼的即个礼拜区，甲后壁的儿童教室。迄天互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足侪家长带小朋友，佮带遮个囡仔来参加，抱囡仔来参加游行。迄天因拢甲澹漉漉，总是因有缘来参加游行。因为教会会当开放遮个休困的所在，互因来休困。所以因会当来教会，伫遮得到一寡温暖。安慰。拄开始的时阵，我看到遮个家长，因的面容拢真青惊，真生气嘛，真不安。后来因去到2楼休困的时阵，因离开教会的时阵，因的面有笑容，有光芒，有光。几日以后。我嘛伫网络顶面看到真侪人咧分享讲，浙南教会互因感受到5块饼、2尾鱼的新热。嘛有人讲，自今以后，若是提起着避难所，我第一个会想到浙南教会。5月24号，阮台新的全校的即个师生嘛来主理一届的即个祈祷会，我感觉真欢喜。其实因为阮的同学平常时拢真无用教会的服饰，真
有一寡3年的同学为着论文已经伫遐水深火热焦头烂额。所以真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因愿意落山来主理一届祈祷会，因愿意表达对这件代志的关心甲祈祷。我嘛知影这个同学其实因对这件代志有无共款的想法，总是后来因愿意做伙用祈祷来表达因的关心，愿意做伙来参与。中央新闻社有一张相片，我相信大家看到拢会感觉真感动。就是早前这张相片将浙南教会放伫群众的中心，足侪人伫这教会的四周围，咱看到这张相片顶面有光。其实咱早前浙南教会去宣教中心的时阵，检查咱可能无想到有一日，教会会开放，互群众来庇护，成做人民的避难所。对浙南教会的见证，我感受到基督的疼、的长、宽、关心，也感受到上帝的大能、大气力会成就一切，超过咱所求所想。其实我个人对2021年受派伫浙南教会来遮实习，我嘛透过处境查经班、神学礼拜日，以及伫浙南教会的服侍，得到真宝贵的学习的机会。常常我感觉学校的代志真压杂，真互我烦恼的时阵，我感觉真软弱、无气力的时阵，我总是有一阵重伴，查经班的同伴为我来祈祷。当我礼拜堂，无论是礼拜或者是祈祷会，我的心就会安静落来。几若届我的学生有一寡状况，我真烦恼。总是我将这个学生带来这个公道的时间，为因提名来祈祷。这个学生后来因的状况就改善，变成真好。今仔日我有这个机会来浙南教会向大家请安。我想神学教育非常需要地方教会的支持，毋但是经费的支持，更较重要的是教会会当成做信用实践的场所，互新学生甚至是新学院的老师，亲像我，会当透过地方教会的陪伴，来提升神学教育的品质甲内涵。今仔日咱的台湾游园真需要耶稣基督的光，咱会当提供予世界的答案，就是保罗所讲的，耶稣基督超越人会当理解长、宽、悬、深的疼，以及上帝运行伫咱心中的大能大力，成就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工作，充满上帝的荣耀。在座的兄弟姊妹，可能咱无一定拢知影，咱对教会咱的教会对神学教育支持的意义是啥物？总是亲像我捌讲，因为浙南教会足侪人见证着五块饼、2尾鱼的神迹，嘛有侪人因为浙南教会坚持公义来踏入来教会，甚至是神学院的老师。新学生嘛，因为参加浙南教会所举办的祈祷会，来见证上帝伫台湾历史中间的作为。伫遮，我要邀请大家继续为神学教育来祈祷，也继续为我个人来祈祷，也愿上帝继续带领祝福浙南教会，互浙南教会成做上帝祝福的管道。成就超过人所求所想的上帝国工程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有呼召阮，甲你做伙同工，分享基督的疼，也分享你所赏赐的快乐。阮虽然软弱，却有圣神的能力伫阮的心内，互阮勇行。愿你帮助阮伫基督的疼顶根。
亲像一丛树仔定根伫土地，佮帮赞阮结出甜甜的果子，互枵餓的人得到饱足，互受苦的心灵得到安慰。阮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，阿免。咱来念回应诗，圣诗556首，圣诗556首，大仙人脚只动脚步，请咱起立来念全首。请坐。下面是公祷的时间，咱有3项代志要直接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壮年牧区感恩节联合聚会的筹备；第二，为着国人灵修生活会当实践信仰；第三，为着立法院大岛来守护民主、自由、民权；最后要请陈明德执事做结束的祈祷，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满有信息甲慈爱，你所赐的祝福超过阮所求所想。你每一日赐予阮已经惯时的平安，阮毋通家己当作应该，心中爱时时存感恩的心。壮年牧区伫11月28感恩节暗时要举办感恩节感恩分享聚会。希望会友会当踊跃参加，纪念上帝赏赐的恩典。对基督徒来讲，灵修毋单单是祈祷、读经，搁较是一世人追求信仰、甲上帝沟通的经验甲行为。
灵修互人更较亲近上帝，伫生活中活出上帝你的形象。愿上帝互阮时时思考反省家己的信仰，搁进一步伫生活中实践阮的信仰，互阮会当甲上帝拉亲近。阮也要为立法院祈祷，愿众立委会当行公义，爱人民，存谦卑的心，甲主同行，会当超越政党的利益、个人的主张，伫争议性的议题，会当谦卑来听人民的声音，用公平正义的原则，互各种的议题拢有充分的讨论甲考虑，做伙来建立合主旨意的制度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即时来奉献。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。请坐。咱来看今日的周报。11月份的特约长老是王益德长老。通知事项第一项，今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咱感谢区凯丽传道伫第一场礼拜中来讲道，代表新学院请安，请兄弟做伙关心带到到奉献。那这是咱甲泡泡仔甲开谢谢大家。第二项，咱即个第二礼拜是咱教会定的月定奉献日，请兄弟为这来甘心乐意奉献。第三，
沙顶上的脚印，这是咱台美德技术甲一寡音乐爱好者做伙举办的感恩的音乐会。时间是11月24下晡2点，伫台北市的中山堂公福厅。但欢迎兄弟伫11月22进前咱的办公室来退票。第四，咱欢迎已经受洗、固定伫咱教会聚会的，你若还未有奉献地编号，请办公室来登记，那么进行明年度的奉献规个更新。第五就是咱的教会圣经学校秋季班的课程，请咱伫遮有哪来代祷甲奉献。有关课程的课程内容、讲师、上课的时间、地点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五，咱全教会的讲座认捌咱的教会，咱的教会伫1896年11月22举行设立的感恩礼拜，已经有128年。那邀请兄弟来认捌咱这人教会历史，时间是11月24礼拜日上午11点，是203的教室。那过来是青鸟大办桌，咱教社部定伫11月30拜六下晡3点到9点举行青鸟市集、青鸟大办桌，欢迎来报名参加。详细请咱家己来看。第八，守护台湾的祈祷会，咱拜五暗时7点，拢会伫咱即个所在举行守护台湾的祈祷会。是拜一节来为着上帝国来代祷。第九，咱圣诞节期的洗礼是有排伫12月初8到12月24礼拜中要举行洗礼典。陪伴新要领受洗礼的，请牧师来报名洗礼的课程。过来是大礼拜堂的音控培训，咱的音响，咱即个伫遮，咱的音响系统已经施工了，伫要验收。厂商有提供后续的培养的训练。有要参加的，请会记即甲来报名，拢总有2次的培训吼。一个是11月14拜六，一个是明年的2月15，拢是拜六下晡对1点到4点。过来，咱的壮年牧区伫11月28拜四感恩节，迄天暗时6点到9点，伫水疗教室甲咱的大礼拜堂遮举行感恩节的感恩分享聚会，欢迎兄弟邀请亲朋戚友来参加。为着要准备餐点，请伫11月24进前，咱的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。过来一个电影的分享，人权电影《沉默呼声》，这个放映期间是11月初10，就是今日下暗6点半，伫这个所在来放映。详细内容请咱家己来看。过来，咱一个摄影展甲讲座，还原与再现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摄影展。展览的期间是11月16到12月初1，伫B101的教室。讲座是11月16，研讨会是11月23，详细游玩请咱家己来看。具体的交通，咱陈安丽就是吴成汉先生的太太吼，伫顶礼拜凌晨1点40有生一个女生吼，母女均安。伫遮恭喜吴成山做阿公，娟娟长老做阿嬷。有关团体的消息，青少年的园地开会通知教界的消息，甲顶礼拜的出席奉献，请咱赶紧来看周报。咱即时要请黄春雄牧师来介绍甲请安。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吼，是对美国北卡转来到伫台湾吼，张志雄甲吴文生夫妇，请起立，互咱来熟悉因为是永武牧师的朋友吼，咱也互相请安，愿上帝施恩赐福伫咱。咱今上映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
咱今时后要请黄牧师来祝祷，请咱起立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个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绿岛散会。咱早起第一场礼拜到遮，后壁中庭有地饼会，若有需要代祷的，请到教会倒手边的雨伞骹。